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26，旧历的6月21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高雄市的桥头区，有一个68岁乡亲，昨风太暝去修理水车，结果是跋落气温啊。甲伊做伙去的太太找无人，赶紧来报警。但是因为天色真歹，警消只好伫今仔日的早起，第二届搁去找人，但是真遗憾，最后是找到冰冷的遗体。 救护车驶真紧，原来是有一位68岁老先生跋落去气温不幸身亡。其实因为昨天风雨，整个是蛮严重的状况哦，所以他在修理余温的时候是不小心就跌进去了里面。凯比风台来时风雨真大，昨暝10点外，高雄市桥头区一个性感的老先生就惊讲，这个生财工具去算到，甲因太太伫风台暝去修正路。 康乐巷附近的气温修理水车，想不到一个无识字煞跋落去。我跟他照比，那个手电筒照比，当时雨一直跳，往上跳，他说你先关，我有看到他在第3台，等我再打开的时候不见了，我赶快，我很慌张，就赶快走，从那边走叫他，就没有回应啊！老先生的太太登去到气温边找无人，赶紧报警。警消人员到现场要找人，不过因为伤暗又搁落雨，只有等过灯光的透早才过来找。是讲明明是风太暝，风雨这大，是安怎冒险来遮？水很高，涨得很高，那个铁条都会跑上来，快10点，那个水高可以把铁条装进去。 所以他昨天晚上就赶快来装。今日早起8点外，警方搁到现场去找，不过找到是一具冰冷的遗体。经过规暝着急的等待，家属依然无等到好消息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